活动由北门三组国小台湾赛队加开序幕，接线加在高中舞蹈班嘛传领民众运动，呼吁大家爱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这是中央健保署伫台南大安东百会所举办的宣导活动，邀请老中青三代组队来架舞比赛。我刚刚看到了这个很多组的表演啊我们很多的大姐都组队来跳舞，那么每一个都好精彩那么都好像仙女下凡了但唯一我们看到的遗憾就是大哥比较少都是大姐我们的国民的余命男女性差了5岁女性比较长寿所以我们很希望的是，除了工作之外，不要忘了运动那么男性更需要运动。这摆比赛总共23队参加，其中老大人小少就8队有54个参加，年龄加起来总共超过3000岁，年岁上大是80岁中辈，专工对大内组队前来，呈现偏向日间照顾中心乐活健康的成果。有一些失能的民众，失能的民众他根本也走不出来，就待在家里，他们也有医疗的需求，所以我们另外开展的一个业务就是在宅医疗或者是居家医疗那病人走不出家里，我们就走进去到他们家里去照顾他们。同时，现场嘛安排在地有节农特产促销，也有抢答提奖品、手机下载虚拟健保卡以及健康奖金铺等活动，呈现甲过去无同的健保宣导模式。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